国小班班有牛奶的政策暂停了，饲年牛的农民是真无奈。农会是表示讲，芒果地绿色照护站会当提供国产的牛奶，予士大啉补充营养。农业部是表示讲会来收集农民的意见，再过来讨论。本来为着让学生囡仔会当啉到国产青奶的特班有青奶政策，因为推萨有困难，中央法庭引起各地酪农一直伫议论。农业部官员嘛到各酪农区甲酪农座谈，中华酪农对法庭表达失望。把这个政策呢能够落实到食农教育，我建议的就是说有一些要有及时性的。对这些政策站在产业角度是失望的了，这代志不能就只有讨论，要有及时性。农业部有在全省的农渔会执行这个绿色照顾站的这个政策，希望国产的鲜乳能够纳入这个食农教育这个领域。农会希望把青奶用在食农教育的推广，透过各地的绿色照护站，让长辈会当啉到国产的青奶。对酪农听取他们一个意见，结束以后，针对这5场4大酪农区，花东也我们把它纳入一个区域，听听酪农意见，我们会把一些经费就是回归到我们的酪农产业。在高龄长者里面，一定有人他可能要缺钙质，只是是不是透过这种普及式的发给这件事情，我觉得是有待商榷的。对这件代志，农业部是讲，会伫陆续完成的台南、屏东、彰化、花莲甲云林的酪农座谈了后，甲各地方的意见带回进行讨论，一定会以照顾酪农甲产业发展做上界重要的考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